呢條片透露對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動畫嘅劇情，敬請留意。對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下稱非人少女動畫改編自苗川彩嘅同名漫畫，2025年底播映完畢，共1季13集。題材新鮮，人物有特色，敘事基本能夠渲染氣氛，可惜點到即止，容易造成觀眾唔上唔落嘅感覺。以下逐一點評呢套戲表現好同唔好嘅地方。海洋元素營造意境，全故事同海洋有多重關係。先係主角800歲比明子喺一次全家旅遊裏面，父母哥哥意外身亡，佢目睹一家乘坐嘅私家車沉沒海裏面。另一個主角係會食人嘅人魚，偽裝成人，改名做近江直利，喺比明子幼小嘅時候已經結下情緣。人魚又係嚟自海洋嘅。比明子就讀高中嘅時候，即係本劇嘅主要敘述時間，直利揾上佢，比明子深深受佢吸引，認為直利俾佢深海嘅感覺，好似與世隔絕，令佢安舒。劇裏面比明子陷入沉思嘅時候，通常以佢墮入海裏面，周圍只有水聲嚟表現。內容、角色、內心世界，以至表現手法，呢套戲同海洋密不可分，明顯係作者有意為之嘅。海洋嘅深水寧靜，好似比明子嘅內心世界。家人過晒身，背負幸存者愧疚，蒼白嘅面掩藏其他人難及嘅沉鬱異域。海洋都係危險嘅，人類跨越半步，好可能就咁冇命。代表越係接近直利，越容易俾佢食咗。呢套戲把握海洋呢個元素，不論喺意義上、表現手法上都見匠心，可惜冇盡用，可以話浪費咗呢個基本設定。咁樣同劇本冇成熟發展有密切關係，稍後再講。奇異關係點到即止。比明子喺全家遭逢意外嘅時候，聽見就算只有你一個，都要活下去，一心以為係家人臨終嘅囑咐，佢可以話靠呢句話苟活到青少年階段。原來呢句說話出自直利。直利接近比明子，比明子好快知道佢人魚嘅身份。直利訛稱遲早會食咗比明子，令佢期待有外力終結自己嘅生命。直利其實唔想食比明子，而係知道佢擁有吸引妖怪捕食嘅體質，一心一意保護佢。於是兩個人有同等利益，兩相親近。喺中後段之前，直利呢個計劃一直未被揭露。直利嘅言說、比明子嘅內心獨白同回憶，都顯示一隻妖怪伺機食人，一個人迎接死亡，彼此期待嘅畸形關係。呢個大概係呢套戲嘅核心意念。所謂巧，頗為新奇。兩個人關係睇嚟互利，但係最終會導向死亡，引觀眾期待後續發展。食人同被食令兩個人親近，親近嘅源頭又係秘密。試想比明子如果俾其他人問點解同直利熟絡，唔可能話等待有朝俾佢食咗，直利都唔會透露妖怪嘅身份。咁樣大異於兩情相悅、結義金蘭等愛情同友誼，食同被食，互守秘密，又形同畸戀。劇裏面嘅表現都多次呈現兩個少女有親昵舉動。好一啲網絡平台將呢套戲歸為百合類。比明子同直利嘅關係喺動畫裏面算係新穎，或者製作方本來唔希望將非人少女做成獵奇類作品，又要令動畫唔限於成年觀眾，唔可以劍走偏鋒。代價就係冇善用劇本架設嘅材料，剩低蜻蜓點水嘅半點曖昧。最終比明子得知直利嘅真實意圖，明白直利唔可能食咗自己。直利以人魚之血再度立誓。重提，如果比明子過上幸福愉快嘅生活，到時再食咗佢。本質上呢個同開初嘅約定冇分別。直利如果唔守約，似乎都冇咩遺禍嘅。比明子最終接受直利嘅誓約。其實如果比明子活得幸福，自然打消等人哋攞佢命嘅念頭。直利唔守約都冇人追討，比明子接受誓約，隱隱然表示佢許諾直利多年嘅期盼，就係佢要好好活下去。漫畫版仍然喺度連載，動畫版咁樣收結，冇過分煽情或者顯露咁樣交代，維持呢套戲輕描淡寫嘅風格，結局稍有吊詭意味，仲算妥當，亦留有餘韻。可惜呢種關係同感情嘅刻畫未夠深刻，劇情都往往拖泥帶水，以重重複複嘅對白、翻來覆去嘅關係起伏，填滿13集。如果要令劇情精彩，大有前人作品參照，譬如《命運石之門》
主角岡本倫太郎多次回到過去，竭盡所能拯救好友追名真由里。一日，佢確認救援成功之後，就發現救獲真由里嘅代價係戀人木瀨紅利妻會被殺，於是又反覆喺世界線上面跳躍，當中多次回到過去又拯救失敗，營造岡本屢試屢敗嘅無力感，亦刻畫佢對朋友戀人嘅心情同毅力，同時為佢最後衝破所謂命運嘅高潮作多層鋪墊。又好似 Clannad 主角岡崎朋也同多名同學發展友誼同感情，一枝瀨琴美、藤林姊妹、板上智代、古河主各人同岡崎嘅關係建立都用幾集或者以上嘅篇幅刻畫，觀眾好似同角色共度時光，沉浸喺裏面，增強感染力。個中發展唔只用對白交代，而係有實際事件發生，彼此想法改變，而嗰啲改變可以話呈螺旋形發展，即係同一層面嘅事，包括角色關係、相類嘅事件多次出現，但係逐漸加深程度或者性質稍稍有唔同，繼而盡心延展人物性格同故事。非人少女始終集中喺對白，刻意拖慢嘅節奏，確鑿嘅劇情就好少推進，表現較為遜色。唔鑽研劇情仍然可以講感情。好嘅劇作唔一定要單靠劇情，角色內心嘅刻畫、表現手法圓熟或者新穎，都可以令情節普通嘅敘事變為佳作。呢條片早前提及非人少女嘅海洋元素，構想唔錯嘅，但係未盡用。既然情節冇幾多發展，又用對白輾轉囉嗦引嚟下一部分劇情，倒不如圍繞海洋，用象徵、情景交融等手法鋪敘角色思緒同情感。類似佳作都可以見到嘅，例如人渣的本願，嗰套戲嘅情節偏向簡單，但係內心描寫直頭係鋪敘嘅地步，多樣而細膩。佢睇嚟好似情愛混亂嘅通俗作品，但係另闢蹊徑，單靠心理描寫而別樹一幟。非人少女話俾我哋知，剩低落嚟睇。當今動畫絕大部分要有特異嘅地方先可以吸引觀眾，例如華麗嘅作畫、出人意表嘅情節變化、奇幻嘅世界設定。近年仲有多巴胺飆升嘅趨勢，就係每集總要間歇刺激觀眾，近似俾佢哋睇特短影片嘅合集。就連打鬥橋段都用一連串密集到睇唔見嘅肢體晃動取代可見動作細節嘅表現手法。呢類作品起初仲會刺激感官，一經睇穿，再圓目嘅畫面都可以令觀眾瞓着。對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完全相反，呢條片雖然舉出佢好同唔好嘅地方，而偏向指稱佢未盡完善帶嚟嘅遺憾，但係喺當今喧鬧闊噪嘅風潮裏面，佢都係另類選擇。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請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等我哋走得更遠。下條片再見。